开个世界老虎叠天，巴啦啦巴巴。我讲把头讲养爱初上，你头讲我嘅花，路地做本意准做小花，走吧就走吧，就不是来老爱做怕。有钱用慢嘅路，来一步向前，爱行难易，用坏又过一摆，就用嘅所在行行又停停，相爱不怪过意，别营养撒天爱天天，苦涩就本起家，咿呀呀都带的梦多。做马该嘅广告嘅法，一群龙已经思念一样无穷电台，留白嘅梦，本已行啊，就从黑啦那一个，也有人语，也有人呀，直到时间慢慢流，你们都快乐的快一个了丢给，就本地离开爱嘅世界，想我唔记得，我用记得，给公路嘅话语给你深度，留白的一切就不光带走，你来的生活。And never say never again. 父子，起床了！小凯，小凯，起床了！我出去，走出去！我走爆了！总算知道我要回电话了。温姐，抱歉，我刚才到电梯没有讯号。有事情要找你去办，细节已经传给你了。有，我收到了。好，那先这样。哎，温姐，今天的总彩你能来吗？干嘛这么问啊？因为新闻说你儿子失踪了。彩排昨天不是做过了吗？干嘛要再彩一次啊？就是故意为了那个缺席的 Tiffany 啊。你去告诉 Tiffany， 也顺便告诉别人，没有必要再彩一次。明天的发表会呢，我会准时到，家务事我会处理好的。天灵，你等下等阿妹，阿妹一下就出来。好。调岗娘，你喂，你走来做咩咯？外面有打电话同我讲，喊你先专心签生意就好诶哈。啊，你走来，娘呀，你有签到冇？阿妈，喊签啊！还没有，侬会发生安尼事情哦。啊，头代是走伊来了的啊，也迄真是不放心了走的啊。调岗娘，我有事情想来拜托你。嘛个事情啊？唔讲。我做的老人家30万嘛。加钱啊？你加钱要做咩呢？敢讲我加钱做生意的哦？还没有，伢人
真是不翻饮料做的哦。哪会安尼呢？30万出来还没7、8。 ？7、8万。调工娘，拜托调工娘，我听错不办，拜托。囡仔吼，唔免还钱的问题啦。就算吼，我想要讲，我嘛无很多钱啊，7、8万呢。调工娘，拜托啦，拜托啦。你话唔相信我啦？我真是千上通天数。顿下啊吼，就算我怎样去同人家来本，嘛借唔到很多啊。我听说连30万又借唔到呢。也迄讲，以前杨我家家看阿生啊，杨我家云南铺没有秃梯哈。也迄个哦，前日老公看阿生啊，平常看唔到人出孙呢，今仔也唔惊迄个，嘛应该出遐呢啊，错冇？唔怕啦，调工娘，还是说，该说啦，我嘛真是无法度。爸爸，是不是戴医生什么东西都会修？医生迄医片的，唔迄脏东西的。那为什么你会修火车？遐老医片迄套里中用啊，请出问题，老记加加就做得。那我也要戴医生，会修人，会修火车。何总，你要不滴啊？你迄去查 Q 没？今年医院会议还有现场片人爱追踪处理，来到拄好，搞本处理。没问题，搞本爱。安子说，哦，错了，家属抗议个事情用的。公关部含体处理，台湾含体协商。好，爱滴的。何总，你来请动吗？忙，不过该做一些还会爱做。唔看起来亲人亲的，干嘛笑？笑咩无好？就安尼，你去无安啦。OK。先生，你真的不知道你太太昨天开车开得有多夸张？这么大的马路都能开上人行道，撞死人怎么办？我知道，他们是故意的。哦，故不故意没关系，重点是你要不要带你太太去看个医生啊？不好意思。喂，林小姐。林小姐，安做哈？你有没有在身边啊？冇啊，不过你差不多啦。新年行动嘛？忙哦，阿忙先到啦。下了离开警察局的啦，跟咱的县会计吼
去银行帮我领钱啊，700。700？你太先生，那事情唔通从呢？我系拿900，某一点哈。没火了，给本处理就好呀哈。还有啊，老外打电话问修车厂啊，天气就老师母去查的哈，不会涨啊。要我一张，叫哪才冲快哦？老师就是快铁了没？该注资哈，慢慢就会来本了哈，这样用这样用。小凯，不要停。小凯，小凯，小凯，哎呀，小凯。小凯，你奶，我被很凶。小凯，爱小凯。天氣，你話咪咯？有條唔好嘅啊！有管啊！嚇！我自己的啊，我自己的。自由的路口。喂，琪琪，係捱啦。對啊，係民前嘅夫子啊。我要見佢。琪琪，我係想問，做嚟老人家一起前冇啊？你把出頭安哦，我是有事情想拜託你了。我知道金額太大了。好啦，我知啦，唔怪你啦。对不起，是我太为难你了。我还想老人家钱。喂，阿爸，我喺呢邊啦。我打電話嚟做乜嘅喏？我已經老冇關係呢。沒聽開咁多安排堂係。事情全部都係自家促成嘅啦。當初我老人講到清清楚嘅，唔係講今天嘅過母之壽，咁老佢結婚啊，係要老人團結關係。結果呢，唔社會啊！亦全部係自家寫呢，係有乜嘅好講嘅啊？阿爸，我咩嚟老唔嚴格誒，2年冇聯絡誒，你去差唔多關心我一下誒。你阿文哦，個事情讓我打電話轉來。喂，阿妹，唔使喊我阿妹，我老人講，天使我就看到咧，負責係我嘅孫咧冇唔錯，不過。我識嘅，我熟嘅，咁友好。到尾而行係突然嘅，老記者唔上南面走，都這樣子開始，人嘅關係就團結咧。阿妹，我冇叫人多關心佢，所以佢見得咧。我小請老叫中來，我拜託人哋，我拜託人家加錢我很拜啲會長不是反對。
拜托。说你啦，我哋上下人吼，冇钱好嫁人啦。你老娘不卡给只狗毛子，这个还上他的。阿妹，你干嘛哭哭？阿妹，你干嘛哭哭？马盖斯啊，哦，歹势，请聪人嘞。哎，啊？参错？嘿啊，查住哦。像迄个普通的病人甲听听啊，查的硬要查过的，无问题啊。像迄老个犯人咧查的动上上听听。哦，公问一下，拿来看一下，实时飞报。好啊，兄弟啊，叫啥呢？好。还好吗？刚刚沈星星无飞呢。你很累啊？ 202-55340，包包奖状联络簿，野手迄唔讲伊新讯息啊？嘛个意思？检察喊第一个调查，唯一能够确认的，就赎金2000个手外。酷手客厅的蹦家，唔系单纯失踪哦。迄个人呢，因像批号不进phòng，雅欣这么得公开。谁眼黑矮哎？我是家属，我是当事人，我说公开就公开啊。 奶公公，警察判断那效率跟态度，我真的没有办法相信，所以我只能用我自己的方法去救小孩。奶会证明，奶黑错哎。爱弟的，好，要不要来休息，待转态度。你的机卡。 样哎，不要影片号个号码。清好啊，引起动态法庭，哪条价清满意？你讲想去受理街头警察，唔成功诶。奶就讲啊，那警察办事效率啊，早就该被教训。
怎么个安尼款爱啊？想啊。哎，当事人家属，哎，请问你是当事人家属吗？请问你是孩子的妈妈吗？你的孩子叫父子吗？警方那么书面说明是要什么引擎吗？是跟影片的内容一样，早上吃案。小姐现在在哪？请问是失踪还是绑架？可以说明一下吗？儿子不见了，你现在心情怎么样呢？帮忙可以说明一下吗？是不是绑架？跟我们说明一下好吗？可以说明一下吗？是不是打算吃案？是不是跟引擎？绑架？是不是跟引擎？其实跟他讲，现在知道什么内情？可以讲一下吗？是打算吃案。加总查。男生怎么样呢？加总查。可以说明一下吗？嘿，你要去哪？不要走啊！一下好吗？不要走啊！一下吗？说明一下嘛。哎，你要去哪？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你说明一下好吗？出假消息，上美國社發生嘅是從嘅案內，一下有為最新嘅進展。家屬收到為不明嘅來電，得到202-553-4人包包獎狀聯絡部案內嘅信息，經過確認，亦係綁匪要求贖金2,025,5340元。本台記者一下聯繫警察局，向警方對門進一步嘅消息，唔過到一下警方一直冇做出回應，係講有乜嘅清醒嘅消息，本台記者隨時為您做插播報道。做唔得講，做唔得講。那迄咩要交代做唔得講啊？啊？你用上天師講啊？一條假種啊，當掉會用嘅，看過技術天樣。就你兩個判咯，按我前媒體，本媒體來判就好了啊！啊，警察做乜嘅啊？哎，奧斯卡，他們不會死掉吧？你很烏鴉嘴。可是我說的是真的啊，被綁架不就會被殺死？我媽說，像是奧斯卡和小凱他們家這樣的有錢人才會被綁架，還好我們家沒什麼錢。父子家也沒錢啊。那他為什麼也被抓？買2送1呢，太好衰，死得好可憐。你不要一直說死了，很可怕。哪會可怕？這叫心理準備。老師知道你們是關心同學，不過早上老師不是也有說過？警察先生他們現在判斷，凱靜、子靜跟佑麗，他們3位同學現在是安全無虞的，只是暫時失去聯繫的方法。老師相信，一定很快就可以把他們3位找回來。各位同學，你們不要輕易受到電視或是網絡謠言的影響，知道嗎？知道。知道，臨時收起來，上課了。幾時啦？你甜水啊？你看到吗？有啦。等一下就會訴狀啦。做唔得，警察唔係講我尋線索，萬一小解警方看到，冇聽錯被尋到乜解？昨天啦，有危險。好啦。
伊遐投降的图，伫本笔记本有记录同我交办的新的劳字条，还有其他相片同写礼物注伫投降的图。 无小凯嘅东西，全就会小乐嘅咧。唔甲他讲嘛该啊，你有冇唐神？有请罗马该么？ 忙啦，忙心多。售后私情，以后不要理那些记者就好了。 你说什么？喂，张总，来了，应该大朋友呢。我还说明天他们家结婚啊。 加钱，从前很困难。端正。我林州的天数会黑，你要漏工吗？不卡你。不卡你，做边边的。 那有可能天数。这样。唔去抢娘来的本年读者哦，迄讲钱中唔济，娘来的没叫唔赚，会出先出啦。 不要嘛，按多钱呢？你这边做的天数系？冇问题。 3万5有情商，3万5，俺今就会还钱，俺可以说会还钱，不过还给我3万5，哎，这是3万5，绑架哎！刚刚新闻快报你们没有看到吗？您别急，别急，我知道，我们都看到了。早上还说没事，没有危险，现在变成绑架。那校园附近的安全问题，谁来把关？谁来负责？我们一直很重视维护校园附近一带的安全，这个事件实在是意料之外，我们也不乐见呢。好，算了，在你们
们学校还没有准备好之前，我的儿子我自己照顾。我现在就要接我的儿子回家。哎，杨欣欣妈妈，你先不要那么激动嘛。我没有激动，我只是要接我的儿子回家。没错，我也是，我要带我女儿回去。王老师，麻烦一下，把3位家长的小朋友都带过来。好，我知道。来，请坐。林英美、黄哲远、周晓彤，书包整理一下，你们家长在等你们，带你们回家。其他同学不要再滑手机了，赶快趴下睡觉。你搞错了，你看到的高中生可能是翘课，我请学校处理。侦查队你好，是，你要通报什么消息？流浪狗，先生，我们要找的是3名小学生，不是流浪狗。可以说明一下吗？谢谢。跟我们说明一下好吗？哎，儿子不见了，你现在侬不会有那个草帽鸡啊？可以说明一下吗？跟我们说明一下好吗？可以说明一下吗？校长，可以说明一下吗？又是呢情况的啦，有两个啊。出街就家长咩，又来乱你啦。家長咩嗌啦？落坤啊！我們每天去泰國睇一次，見到基基唔見到3日了，聽說要凍結，我要凍結啊！呀，有啲咩奶出啊？拜託你，那聽說錢好冇？拜託啦，拜託啦，那一陣台講阿爸，那陣父子才來的弟弟，我拜託你，聽說他聽說拜託啦，拜託，拜託，拜託大家，頂錢啦，好冇啦，那一陣台講阿爸，那陣父子才來的弟弟。拜託大家頂住，拜託啦！叫到晒死嘢呢啲咧，呢個凍結，係咪凍結啊？拜託大家頂住啦，好冇啦？但最後嘅阿爸，但將父子再來頂住啊！拜託大家頂住，拜託啦，拜託啦！你的娘老公。副警察啊，副警察，係誰啊？我真係冇辦法，啲數係爛嘅啊！冇上緊，冇上緊啦！冇上緊啦！嚟，冇上緊嚇！
做人嘅也学嘢咩吼，做乜事去解死人咧吼？好，尽量啦吼，来。尽量啊吼。可以说明一下吗？他写下吗？写下吗？说明一下案情吗？说明一下吗？现在跟我们说明一下，现在是什么事情吗？李文，总算请到你了，那么原谅我。你要怎么给？李文，最唔等来搬落嚟冇去過來啫嘛。xong nè, muốn nó cái đường sắt, thì tôi không tuyến nhúng cả sắt.枪一孙杀唔是这你，我就算前途啦。好啦，冇關係，冇關係，條牌事情都冇關係啦，係咪原諒我啦？你話？你要怎麼給？我想啊，我喺邊度到來嘅？快些啊！嚟到聽晚咧，跟醫生你按手，按腳，你話？唔好咁白人咯！你真有佢啊！唔好按你好冇啦，係啲啦，唔會驚我哦，唔會壓你咯，係本來睇愛你，人係已經唔錯噶，不過條牌事情，嗱真嘅冇讓我結交，嗱憑什麼原諒你啊？你不要說。你個咁嘅鬼法，賣人愛人了賣人啊！你叫我手伸也帶走誒，我真認同上，唔好再講吵誒嘛，我清楚有嘅，要伸也請做來呢。8點嚟啊！騙鬼啊！有冇上個堂堂牙法了？咩唔少？走啊！走啊！才8點嘞！那少年笑到8點嘞！那投胎那麼多，你早點原諒你的愛情，不然給他照顧你啦，對不？牙法冇幾長的，唔做興啊，唔興啊！但唔是原諒牙這個。我們絕對唔會原諒。媽媽走，你們不能照顧你好冇啦，你們啊！今日我見裝咗地，張哥，我去報警，我去報警，我去報。冇啦，1點呢？有咩事情啊？張哥，1點呢？更新嘅麻煩，我要禁止你將娘子撈給做起來，關給關到先。好。傅先生、傅太太，我係我傅太太。哦，冷清，傅太啊，好啦，莫客，我兩個客，又係娘老公啊。係啦。叫咩？叫我自己，你走！佢鬼啊！難道唔非是你？我本變到暗不安。變到唔敢愛愛，唔做得打愛、罵愛，愛無天機法。唔講我絕對唔會走嘅，應該10年唔見睇呢。哪會看到佢平安多轉來？我唔會看到我愛嘅人，就個數到你好傷害啦。我來嘅，講你媽嘅事啊！娘，你什麼？關你媽嘅事啊！關
心的，亏啊！就算讲伊生人哦，准无因阁上心人啊，也真唔得嘅小老诶！错啦，俺迄无良心啊！俺本变到暗艰苦，做在打俺啊！你记得无？头摆因上吵的时间，你是会打俺，你就唔会看，你唔会报电啊！你打俺，你不？你打俺，你不打，你打俺啊！你不？你打俺啊！你不？老诶，你你良心讲，俺乃死打工啊！老诶，不治疗，俺拜托你不要买过，俺已是梦情好，你只有越演越好，你只要。唔好诶，唔好诶，俺唔会走啊！头摆就要take个男朋友走，他们去甲重新艰苦按多年，总得总得走啦，你不？总得走啦！你不？老诶，走啊你不拜托啦，我安尼啊，我哪你不？好，奥斯卡，冷静，冷静。怎么给？过来。安尼，你就做演用你去搞，要演用爱吼。妈，你讲原谅，你讲原谅，好 ，stop！ 你弄啥？啊，手算一扫，要跟谁扣呢？他因讲的错啊，也轻松有个，要生年请转来咩？真不张讲嘛？做乜俾咁卡？冇不卡，冇资格，冇资格，好，生年的低压呢？好啦，冷静，听我出来。可以啦。歹势啦，歹势。英琪，你穿到乜解嘿？忙啦，我想问，该小凯个同事用按说咯？说，你用不会说啊？我规早今来做迄件东西啊。无呢，今日泉州的小乐跟唔免小凯个。我该小凯的小乐诶，做迄唔会迄东西啊，那有本版的啊？好啦，给转来请好啊，俺泡怎么解啊？唔对，做唔对，佢买乜嘅好东西，佢买好人，佢买人，唔对，做本件咁样好便宜嘅。唔好安泡啦，去请迄上阵来，天晴来听听啊。佢真唔咩？佢真佢唔咩乜嘅好东西，佢真愛佢自家，付出良一嘅人，愛先啲，佢係垃圾，佢係老嘅，佢係魔鬼，佢老嘅。
叫的。不讲其迄嘛该人，咩不讲做贤又嘛该死，也下生意唔简单。佢转来，无听说天数会多。天松个生意呢？谁补偿？像准从警察判案的方式。片场某老事情处理后，本来就要接受社会的批评啊。老绑架案的讯息公布给媒体，这么敢被激怒歹徒，现在被诬陷黑。小凯找到了吗？还是小凯死掉了？你们在乱讲什么？你走嘛你！呀，不正统啊，妹！自